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6日，台起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有外国媒体曝光，有几名台积电的员工涉嫌伫就职的期间，想要偷摕2纳米先进制定的机密流出去。高检署即马是证实讲，这个案即马正在调查，一人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的。机密资料可能是流向日商东京电子这间科技公司的一个工程师。目前已经有3个人被收押。一来台积电嘛，甲涉案的员工开除，讲要追究到底。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中段20位数。董事长魏泰嘉领军今年6月份的股东会宣布营收的好成绩，尽管大工大抢台积电在半导体制定有领先的地位，不过即马所爆发大波技术漏泄的重大事件。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是一挂员工涉嫌在任职期间违规摕到2纳米的关键技术。比较关键的是，他会不会去改善对手的良率？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先进制程，而是他先进制程良率太差，长期来讲对台积电的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针对台积电营业秘密红偷摕，这个高检署证实已经伫侦办，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在职的员工档案接触不正常，经过台积电内部的调查了后，发现公司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和前员工和现任员工非法取得。检方伫7月25到28实施连续传达的被告，其中有3个人涉及国家安全法嫌疑重大攻击案禁见。最终的使用者会不会是其他日本的跟台积电的同业？这个部分台积电就必须要予以防范，而会不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他们还没研发出来，他们就可以透过台积电所用的方法，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台积电真正是到日本的成本去设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即马根据调查，漏泄的资料疑似拢总流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个设备工程师，伊捌伫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做工课，目前嘛列入调查名单。对这公司回应讲，公司无做任何评论，另外敢有重大技术通外流。台积电是无讲，敢若强调讲，已经对违规的人员做严格的定处，绝对严格来处理，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昨昏伫 CNBC 的节目当中，伊是表示，上紧伫后礼拜就要公布半导体和晶片的新关税，因为希望这拢是美国制造。有媒体嘛曝光 ，Trump 搁伫节目当中讲到讲，台积电会伫亚利桑那投资美金3000亿，这个数字等于是原本1650亿加要1倍。不过呢，外界即马唔知影 Trump 这个数字是对倒位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催我讲，上紧后礼拜要公布对半导体加晶片的新关税。伊是一个 CNBC 节目专访时阵讲，将会就半导体加晶片发广告，这是一个个别的类别，因为美国希望伊是美国制造，也个全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绝大部分拢是来自台积电的所在地台湾，客户包括苹果、辉达、高通加超微半导体。彭博社报道，川普一直强调利用关税刺激本土制造业的投资，包括晶片生产。伊催我俄罗台积电扩大伫美国市场的计划。伊讲，美国有世界上上大来自台湾的公司伫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金，去世界上上大的晶片加半导体工厂。彭博社讲，也无清楚川普所引用的数字来源。台积电按算，伫咧未来几年总投资1650亿美金，伫咧亚利桑那州起6个先进的半导体工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个主要研发团队中心。因为数字前后无共款，彭博社向台积电加白宫要求证明，但是双方拢无立即回复相关的讲法。台积电是伫今年3月宣布，要伫美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总投资金额会到1650亿美金。这项扩大投资包括去3座新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间主要研发团队中心。这个专案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因为台美关税也在谈判，经济部长郭天辉落南去和产业界会谈的时，伊是用美金4000亿来激励，讲咱关税若是搁要降，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外界都在摇，就是这是美国开出来条件。因为经济部是赶紧出面驳回讲，部长只是激励尔尔。总统，关税谈判期要前来得及达成协议吗？总统赖清德7月透早出席活动，
面对外界关注关税议题是无回应。美国对顶关税8月初7生效进前，咱国要持续争取降低空间。不过前一天，经济部长郭志辉去高雄主持传统产业界座谈会，甲精密机械、金属加工等等的业者讨论产业的对策。针对争取税率降低，要付出偌济代价，郭志辉以4,000亿美金投资的金额做例，引起关注。因为我们是第三个法人哈，所以假定不是3000亿美金或者3500亿美金，都应该都大出来，4000亿美金。4000亿美金，你是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对投资，还是按民间会当筹措4000亿美金下面？4,000亿美金关键的数字，互外界认为是目前美国要求台湾投资的金额。不过，经济部驳回讲，郭志辉当时是举例说明，以日本甲韩国进行投资美国的规模来推估甲参考，并毋是讲政府已经有具体投资的承诺，或者是当咧进行相关的谈判，请外界毋通过度解读。金额就是不晓得他要对照什么啦，巨额投资大概就是难免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这个追求这个15% 的关税的话，那大概也就是说参考这个日韩的案例，大概也是必须。那我不觉得美国会让我们就把台积电的这个1650亿加过来。目前台湾投资的条件也无明确。美国阿拉斯加州长丁利维最近表示，台湾按算采购600万吨的天然气，会当讲是历史上上大条的订单。有风声讲，可能是台湾要争取降低关税的条件之一。针对这点，中油表示，相关的采购甲投资案目前正在推动，会争取伫咧合理的商业条件之下来掌握。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咱今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高压明显向西边延伸，所以天气有较稳定。咱来看云图。雨水总算较低啊，今日开始就会恢复做热天的天气形态。严格爱细日过到了对流发展会较旺，所以午落西北风。温度的方面，中南部、东北部高温是33度左右，花莲、台东高温是30度至31度，也那北部高温有35度至36度。气象署嘛有针对湘北发布高温的资讯，是柑仔式的高温灯号，嘛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所以乡亲就爱记得加啉水。也那前一阵啊，南部连续落大雨，淹水、崩山灾情真济。对于今日开始天气总算转好，气象署是表示，到礼拜拢好天，也过爱细日过到了后的西北风。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南部已经连续落雨几落天。气象署表示，接落来因为西南气流减弱，8月初10进前天气转好。南部日时就有机会看到足久无看到的日头。预估澎湖、基本、马祖的天气可能还是比较接近对流云区，所以还是有一些短暂降雨的几率。但是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而预估中午以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各地山区会下午后雷阵雨。在星期4到星期5，太平洋高压势力还稍微再增强一些影响我们，所以星期4到星期5的天气会更稳定一些。我们预估各地都可以看到阳光。也若是这2天的天气，气象署表示，虽然雨水有咧减少，但是金门、马祖也阁有云林以南，嘛是爱细日短时间内的中港雨。过到了后，桃园以北、新竹、苗栗，阁有宜兰山区爱注意西北雨。尤其是星期4到星期5这段时间，各地的温度就会逐渐的炎热。北台湾可能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其他各地温度也会上升。气象署表示，南部的天气豆豆仔咧恢复稳定，会恢复热天的天气，高温烧热，提醒乡亲刷落来爱预防高温，唔通着山。另外，气象署嘛提醒民众，中南部的山区因为落雨，淡水量悬，民众最近接近山区就要细日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来关心中国广东去公病一礼拜新病例要3000例，咱疾管署是赶紧宣布，把广东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2级。另外呢，咱国内的雷片组和高端螺旋体病的本土病例，伫丹那市风台过后嘛有增加3例和4例，也大部分拢是因为去摸到垃圾水。这落雨冰落雨，就是拢会安尼啦。家厝内积水扫出去，清理树瓦落叶啊，无奈连续落大雨，南部灾情不断，难得出入志工赶紧拼长。
行网啊吼，我拢叫人穿长的。路了是毋是讲行讲登高了啊？啥物件？对对，会惊啊！啊，所以讲，阮拢大约也有水桶有水吼，阮拢会大拼。清河的挂水岸整理环境前，先甲防疫做到位，因为大水好了后，疫情开始发生，染到雷片珠高体边的风险就变高。强风暴雨过后呢，这些原来在土壤中或是地面上的一个病原菌，都很容易暴露在空气中或是地表面上。上新的统计，新增加3例雷片珠病例，分别是高雄甲台中，拢是台南市风台过了后破病。今年累计有35例，是历年同期第3悬。风灾了后，感染高体边也加4例本土病例。这届新增加的7例个案，有6例有接触垃圾水甲透明膏啊。不一定会是污水污泥，那也有可能就是说风把这个土壤里面的这个细菌把它吹起来，那也有可能有吸入的一个可能性啊。治疗雷片珠初期症头有发烧、咳嗽、皮肤病变，若病况严重，有可能引起肺炎、白血病。若高体病初期甲普通感冒成成，不过病情恶化，也有可能伤害到肝、油脂。医师提醒，尤其侪岁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它主要是侵犯年长者，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差的，经过接触跟吸入来感染。国内正注意的疾病，曲光病嘛排有着，累计病例有16例，拢是境外移入。个案感染国家是印尼、菲律宾、斯里兰卡来。不过，疾管署是讲，中国广东的曲光病疫情原来有升温，最近1礼拜新增加2000多例，也有探去其他的所在。所以，甲广东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到第2级警示。记者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出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大水好过后，未少农地也未复耕。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就表示，虽讲菜色交货量是有增加的，但个买气嘛真强，所以拢是起价较济。以糖时仔菜起上济，按算到8月底，菜价才当恢复稳定。来看中国时报，连续落大水后，中南部灾情严重。形式二分嘉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陈金德，伊伫昨昏就宣布讲，加收入户和中价收入户才弱势灾民修理厝的费用，政府会专出。也若9月底之前有委托政府甲受损害的厝拆掉，无分一般户也是弱势户，拢是政府出钱。来关心联合报。英国前首相强森头届来咱台湾访问，昨昏伫凯达格兰论坛发表演说，伊是表示，这是北京不管现状想要用武力来消灭华人世界的民主，所以伊是呼吁西方的国家袂当屈服，爱和台湾徛斗阵。咱就来关心这一年一届的凯达格兰论坛昨昏举办，总统赖清德和英国前首相强森共台。咱赖总统是强调，政府会维持现状，确保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嘛答应会继续来提升咱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也若强森是批评中国一直用军事压迫恐吓台湾，呼吁北京不应该用武力来侵犯台湾，嘛期待欧美国家明确表态支持台湾。你好 ，everybody。你好，先采用台语问候礼拜来台的英国前首相强生受邀参加凯达格兰论坛，甲总统赖清德互动热情。7月时阵，赖总统特别讲到，正认同强生2014年出版的回忆录，对乌克兰俄乌战争、印太议题观点，地主也表示，政府维持现状，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佮承诺继续提高自我防卫能力。We are continuing to reform and invest even more resources in our national defense. Next year's defense budget will reach a target of over 3% of GDP. As China intensifies its pressure on Taiwan, I hope that we all, the West, America, the UK, all Europeans, will have the courage not to tiptoe away, not to be cowed by our desire to be deferential to Beijing, but to stand with Taiwan and to deepen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 俄罗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强生过去虽然自称是亲中派，不过即摆展现挺台态度，批评中国霸凌台湾的行为无正当性，发现欧美国家应该明确表态支持台湾。好外界形容是英国版的川普，强生也对即摆台美关系谈判提出建议。Here's an idea. What Donald Trump likes is
is deals. Come up with a deal. That's what I'd say. I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is fundamentally a big supporter of Taiwan. I'm sort of sure of this. His presidency is going to perpetuate a free, democratic Taiwan. 强生认为，就算川普对台湾维持战略模糊，不过伊依然维护自由甲民主。佮强调，英国甲台湾共享同款的忌惮，两国政府应该共同合作，继续深化经济友好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亚内台中市长卢秀燕伫昨昏宣布，伊要去澳洲访问，伫半暝已经出发。这是伊今年第2次出国访问。伊表示会去做城市外交、考察建设、拓展经济贸易。要和中央和地方做伙来拍拼，共同把美国关税危机变转机。那在短短5天在澳洲的时间，那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凑。那此行呢，包括我们要加强城市外交。那另外呢，台湾现在有关税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能够拓展我们的经贸布局。卢秀燕讲，这边去澳洲访问，城市外交的行程排甲正满，除了伫当地举行大屯美展，也会考察美术馆甲能源转型等行程，也会三位侨胞加强对非美国以外城市的电梯、地方中央分层合集，做伙化解美国关税危机。这次美国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区域，应该就是中部这个区块。那但是呢，危机就是我们的转机。那也因此呢，我们希望除了城市外交之外呢，借着城市外交，我们也可以加强对于非美国以外的市场加强联系跟加强了解。那此行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目的性。卢秀燕这边出访正保密，昨早记者宣布要出访，暗时就出发。伫同机场对媒体问讲，是毋是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伊无回应。按算10月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 TikTok 有一个网称，伫今年7月份的时，伊是用商务名义来咱台湾，不过来台湾了后，却是播一系列伊传导的影片。因为呢，即马伊来台的名义和伊做的代志无对同，所以互检举。尾一调查发现，讲是屏东某一间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协助伊用假资料入境台湾。目前，这个中国人已经互抓起来，因为这间电商公司的负责人嘛，互收押禁见。互台湾街路大声响的防空警报声错一个，本名文阿公的中国抖音网称，文雷在路上7月打一系列行路传导影片。不过中国还无开放游客来台湾观光的情况下，伊是以商务交流的名义申请来台。后边的路咱们就一直沿着海走就行了。因为拄到国军汉光演习期间，军事媒体对文阿公的行程讲，真侪所在甲汉光演习敏感区顶塔。这个伊动机无单纯，接到检举了后，文阿公互移民署逮捕收容。若协助伊用假资料非法入境的屏东某电商公司负责人，进前嘛互人羁押禁见。经初步调查发现，谢男与中国大陆某公司负责人共谋，借由不实资料协助多名入籍人士申办来台商务签证。根据移民署统计，今年1月至6月，以商务交流入境台湾的中国人有36616人，类型包括演讲授训、参加会议也是展览。以专业交流来台的有6709人，包括宗教研修、教育讲学、投资经营管理甲科技研修等。移民署指出，为2024年到今年6月，无得到许可来台的中国人有16699人，会持续严格审查。用不实假资料申请来台后，却遭移送法办，查获后更将被管制2年到5年不得来台。未来涉及国安案件，移民署将会同国安团队积极侦办，从源头防范遏止不法及渗透。内鬼通外贼这样的行径，反而让我们去思考到相关的一些规范也好，或者是相关法令的一个执行，都应该要更加的严谨。学者表示，支持正常而且合法的两化交流，不过违法的旅行社甲台湾业者目前的刑期无悬，无法度阻止有心人，认为政府应该思考修法的可能性，甲国安的漏洞赶紧补起来。记者采访报道。中国的电动车比亚迪想要拍击败咱台湾市场，那有另外的立委可以吹过。根据周刊的报道，比亚迪甚至透过代理商泰国汽车、半导车立法院的高层和幕僚。
伊若去食饭的立法院总部处长是表示，这敢若是朋友之间食饭会尔。伊若经济部是讲，根据国安、治安、产业发展才会可能会严格禁止中国品牌的车用各种方式来台湾。中国电动车骑头名的比亚迪用饼实惠进入全球市场，2024年全球销量达到427万台，营收突破1070亿美金，头一届超过特斯拉，成做全球上大的电动车制造商之一。根据《今周刊》爆料，7月28号晚间，比亚迪的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就在这间台北知名的餐厅夜宴了立法院高层，包括总务市长廖炯智以及正副院长韩国瑜、江启臣的幕僚等人，疑似想透过游说立法院来松绑经济部的相关规定，让比亚迪能够大举进入台湾。大家早，看《今周刊》爆料。好，大家早啊。下班后那个朋友临时约嘛，然后约去了以后，就是这边闲聊而已，没有业务往来，没有承揽关系。那至于这个车商内部的事哈，我们不好涉入啦，那些我们也不认识啊。廖经志讲，无违反公务员廉政伦理规范，也是大算的问题。不过，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调委柯志杰证实，泰国集团有意代理伫泰国生产的比亚迪电动车有积极介联络。确实曾有人接触过我，我也以时机不适宜婉拒。比亚迪大部分的车款有配智慧驾驶系统，立委嘛，这期有联盟公营的车，拢有资讯传回中国的泄漏记录。中国这车互人验证会当借由联盟功能远端控制，对相关国安的问题，包括经济部跟交通部，拢进行对台。这个呢会有一定国家安全的疑虑哦，因为毕竟这个车子进口呢已经被卡住了哦，被经济部、被行政卡住了。他们想要绕道借由立法的一个方式。以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来讲，国贸局这边是禁止大陆很多的东西进口的。台湾目前法规禁止中国车柜台输入，进前传出比亚迪想要设去泰国生产地入来台湾。经济部表示，若是确认属有违规转运行为，会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进口量监控、加重处分，违反的人上悬会当罚300万的罚款，也可能限制引进出口。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四川有一个14岁的查甫囡仔，互军校同学霸凌，为了甲拍。伊这画面传去网络顶传了后，有引起争议。当地人是不满因的政府对加害者的处罚伤轻，才走出来抗议。结果呢，当地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来镇压，尾啊爆发警民冲突。17岁少女洪碧在烫顶观察，或者一个工会查某学生卡站手目，加害学生甲拍人的影片发去伫网络，佮讲毋是无入去过警察局，一日仔就出来，无得惊人报警察。这个发生伫中国四川江油市的霸凌案，互全部市民拢真生气。江油市政府初时表示讲，今年7月2日下晡，姓刘的学生和姓罗的学生是发生纠纷，姓刘的学生找2个查某学生做伙甲拍，造成姓罗的学生头皮和2个脚头躯拢有真侪刺伤，经过鉴定是轻微伤。3个加害学生送矫正学校，也是批评教育。当地的人讲，受害学生的妈妈是听袂到，和无法度讲话的人士，查某囡仔常常互霸凌，而且因拢认为讲警方的处理伤轻啊。因为安尼，一大堆民众测试伫江油市政府外口在抗议。是不是要国旗的？是不是要国旗的？国旗的！围观的少年人替声援的负责人在讲话，但互警方强力压制。到暗时，还有几百民众，警方分组来驱离，引发冲突，有市民因为安尼受伤。再过半暝3点，街仔路拢甲清空，但是网络流出一段影片，警方用催泪弹来镇压，有人画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但是目前阁无法度来核实。但是因为市民抗议受伤的人数，外传被害少女失踪，无搁较侪说明，当地已经要求中央随介入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伫印度的北阿坎德邦喜马拉雅山区，今仔日落大水雨，所以引起土石流、山洪爆发，害冲海山谷嘛冲掉一个砖头，上无有造成4个人死亡，阁有侪人即马下落不明。当地政府已经赶紧派人去救。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表示，因为印度去买洛西亚的石油，所以伊考虑伫未来24点钟内要大大提悬对印度商品的关税。川普嘛表示，对印度进口的药品的关税可能要提悬到250%。根
继续关心美国司法部伫今仔日表示，有2个中国公民伫加州被抓起来，伊是涉嫌甲价值几若千万美金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非法送去中国，内底嘛包含 AI 大公司、辉达公司的晶片。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中华师范大学爆出性平案件，有4个辅导资商学系教授被指控性侵害、性骚扰学生。经过调查，代志确实有影，所以2个人会互罚钱，嘛会互改聘。也来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学校应该爱扩大调查，看敢有其他的受害者。许多学校内面看起来拢无人，但是网络顶悬是讨论甲真热。国立中华师范大学4个辅导和资商学系教授被逼出疑似性侵害、性骚扰的案件，消息一出来，互社会是错一个。其中一个捌做副校长的校长的教授，互已经毕业真侪年的学生指控讲，伊捌伫2022年的时阵，透过网络视讯的方式，约伊看成人片，互伊身心拢真无爽快。视讯的方式，然后约我一起看 A 片。他会跟我要内裤，而且视讯那边他自己就收藏了5、6件内裤，就是很不舒服。另外，还有4、5个教授是涉嫌对学校的学生性侵害。经过性平会的调查，确实是事实。还有2个4、5个教授嘛涉及性平事件。这不是老师该做的事。他应该做个好榜样，不应该做这种事。学校表示讲，张教授这案的被害人是社会人士，照性骚扰防治法来调查。中华县政府审议认定性骚扰行为是事实，裁罚3万，而且核定退休8月生效。另外，4个教授的性侵案经过调查是事实，违反性别平等教育法、照教师法甲改聘，而且终身未当国聘任。另外2案拢已经校案通报，各继续在调查。来召开教评会，讨论2位教师是否需要暂时停聘接受调查。以避免2位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希望这些措施呢能够让学生与家长安心和放心。我们认为受害者不止1人，好，校方并没有针对这个班级或者是他上过的课程、他教过的课程有任何的扩大调查的作为。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疏失。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校长和4、5个教授案件受害者应该唔拿一个，学校应该扩大调查。教育部和中师大拢呼吁事件相关受害者会当主动和学校来联络，嘛会帮助有需要的在校生心理咨商，未来嘛会加强性平防治宣导。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针对台师大女子骹球队抽血争议，教育部即马正在调查研究伦理的部分。教育部常务处长就表示，第7礼拜就要去台师大、北市大和台大来查核，若是有发现违失也是违法的情形，会处罚。台师大女子骹球抽血案受社会注意，相关调查也搁伫咧进行。8日下昼，教育部召开跨部会专案小组会议了。常务处长朱俊章出面接受访问，讲这礼拜会去3间学校实地查核。我们会在这一周开始会分3天前往台师大台北市立大学跟台湾大学这3个学校的 IRB， 因为当时分别处理了这14件有涉及到民众检举或学生陈情周老师跟陈老师应用血样本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优先去做实地的查核。朱俊章讲，查核的重点有5项，将会针对 IRB 通过研究计划的审查机制，一个计划是毋是有变更，变更了是毋是有搁再经过审查，一个研究者是毋是有得到受测者的同意，学生配合抽血的相关细节是毋是合规定，做全面的检视。有没有用不正当、强制或是利诱的手段？让取得学生的同意，或是说学生他在配合整个抽血采集血液样本抽血的时候，他的频率、抽血量、抽血的方式，是不是由合规的人员来执行？除了这件案件，线尾若是有发现违失违法的情形，将会针对研究者甲学校裁罚。另外，各科会也查出111到114年体育厦门所有涉及到血液样本的计划，总共97件，会用查核重点做进一步的检视，希望化解社会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中华有一个少年农民，测试时为着要抢救农作物，去田里开抽水机，不幸互电着不幸过身。
当计到昨下晡5点，因为7月28大水雨甲打，咱全台湾农业损失是已经接近3亿4千万，所以农业部即马有公告现金救助含低利息的贷款，有需要农民拢通去申请。救护车接到通报了，赶紧驶伫田间的小路要去救倒伫田内底10人，可惜到的时阵已经明显死亡。该民众接水电作业、接抽水马达的时候不慎遭触电了，详细情形还是需要警方调查。连日大雨田积水为抢救作物，彰化鼻头一个45岁的姓江的青龙，这是中昼无雨到田内底开抽水机，疑似先过旧漏电，互伊不幸电着死亡。这个是漏电的，有跳电嘛？对。警方表示，姓江10人回乡就是为照顾妈妈，即马发生憾事，老路年岁正大的妈妈这亲人和亲友无法度接受。控制2月连续8日大水雨重创东南部，也造成部分死伤事故，饮水甲土石流者灾情，农损同款严重，其中屏东上严重。将往来拢背掉，因为往来若浸水就会烂去。屏东高树伫大水雨期间大淹水，附近圳高的农田拢淹去，过半风来拢爱背掉，互农民真艰苦。我部分差不多是7成。7成大概是偌大？偌大啊？就1000多占700。面对大水雨灾情，农业部也公告办理现金救助甲低利贷款等，提供有需要农民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因若顶日啊落大雨，高雄屏东的山区真侪所在拢因为崩山地基空气交通断去。亲像伫屏东的山地门部落、大石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车路是损害甲真严重。即马欠物资要安怎？部落的青年10人左右，因就用布链的甲物资派断去。将部落需要汽油、食食等等的物资拢排上较偏，因为滨专路道路严重崩塌。大石部落居民带少年囡仔用布链的方式出来倒搬物资。虽讲大石部落伫莫拉克了后就清川啊，不过平时也是有村民会登去大石种作。目前都有20多位村民留伫内底，因为大水雨造成德文到大石路受损严重。初5都有居民开车载物资到路登去的所在，车开袂过啊，才换少年囡仔来接，一路派登去大石。留在原乡的族人，目前状况是良好了哈，因为没有那个生活上的困扰了哦。那停电有发电机来供应他们。因为大水雨造成交通中断的，也有高雄山区的原乡部落，公路局陆续抢通桃园、南马社甲木林等地区的连外道路，市府也赶紧将一车一车的物资送去各里，有各种的大牛，还有新鲜的猪肉菜色，甲囡仔上需要的牛奶粉、肉珠啊。对此，社会局表示，目前物资拢是充足的，市府会看状况调配。车民众唔免烦恼，这个天气也比较晴朗了，那道路也一直在抢通当中了。那未来我们还是会视他们实际的需求，那再予以协助。民间的跟公部门的加在一起，其实已经蛮足够的了。对。然后你讲的那个迫切需求，就是真的还是道路啊。像现在是马祖笋的季节，我们要去割笋，我们没有路。桃园区的复兴3里，公路局伫初5早起是先抢通第23往台东的梅山口甲向阳路段，下晡阁抢通往高雄的钦河到复兴路段的便道。虽然有时间管制甲车型的限制，不过总算是互受困苦落港的居民会当赶紧落山。记者柯秉哲、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因若高雄连续落大水雨落几若天啊，真正是落甲生菇。这是伫车路边仔的分隔岛草埔啊，发真侪草菇。不过专家即马就提醒讲，这野生的草菇有一寡是有毒的哦，所以千万唔通乌白去搬来食。高雄凤山这个道路分隔岛出现一大片的野香菇，一蕊一蕊浅色的野菇，民众拢走来翕相。学校下过雨也是有，可是他说没有这么大朵的。当地民众讲，等下上太了有生一两蕊，这礼拜使讲是逐日拢落雨，发现野菇发甲规大片。这块野菇经过专家鉴定，研判是有毒的毒香菇，警方嘛紧甲刷掉，较免好奇的民众走来翕相，影响交通甲安全。我们卫生主管机关的统计，在台湾引起那个白色野菇最常见就丽蛰菇。像丽蛰菇，它也是一种毒菇，它有毒性的。如果民众不想误食丽蛰菇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肠胃道症状，
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肚子痛、腹泻。部分的公园及道路分隔岛上长出了白色的菌菇类，有些有毒性。请民众看到了不要随意摘采食用。找五仔去前镇区这片草埔啊，还有商场头前，还会当看到野香菇，其中嘛包括洞香菇。专家提醒民众，真侪食到野香菇中毒的个案，民众一定要细致。那个应该不能吃吧？我怕那个有毒哦。而且也不干净，地上有污水啊那些。含蒙嘛无爱蒙。啥物啊？会毒啦，迄种食落会有人食死咧。专家讲，民众对外观青笑的野菇较有防备心，不过却无去注意到白色的野菇嘛可能有毒。不管是伫郊区也是市区，都要有确认品种。若无食对这种落了发出来野菇，千万唔通去买来食，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一顺澳县道分田西的鱼寮1号桥顶日大雨是落伤猛，水下袂利，附近10多公顷的田拢淹去。也农民就表示，这附近这搭近摆落雨就淹水。云林县政府即马表示，未来会加强来清水沟啊，保持水沟会通，嘛会来研究改善方案。接报田无偌久的日记稻啊，是规个浸伫水内，受到连续几天落大雨的影响，造成云林西地鱼寮1号桥的边沟啊未复排水，和附近的田拢淹水淹到真严重，10几公顷变作鱼温。采购早起雨有较停，但嘛阁有真侪田浸伫水内。田这个拢做可以，有下你有班人大家做田拢有你当啦，啊，浸水有诶，浸啊几个工。见落雨，见嘛浸起来，嘿，做乱落大都浸起来啦。风雨若较大咧，水拢已经大家遮拢透较袂出去啦。啊，你像即摆咧抽这啦，那即摆抽，迄边抽吼，抽来佫倒加这边佫位田佫出去啦。农民还讲，大概落雨拢一定淹水。对这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讲，鱼寮桥的两边已经设置刷动式的抽水机平台，但两边的入水口定有粪扫塌掉，也是土质伫遐，未来加强清扫，卖含农电水利署建议排水沟闸门的改善。这水闸门的功能要恢复，包括它就是要防止外水，然后要容易让内水能够排出去。所以，阮会过来甲水利会研究哦。县府表示讲，除了改善水闸门，嘛会针对边仔沟设置杂污的栏杆，伫逐年盛期进前做高效的清淤，而且协调农电水利署办理现有的部分的改起，来提高排水的效率，避免田淹水的状况一直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但那是洪台疙瘩已经要1个月，即马伫台南的咸水竹南里厝内电话疙瘩设施未通。啊！若手机的信号拢无介稳定，公所就表示，这是因为基地台去风台扫倒去，目前搁咧抢修。也若按算讲，伫厝内的电话线这部分，后礼拜1会当恢复正常。也毋过基地台要修理，恐惊要等到月底才会通。今日台南咸水区竹南里这个邻家厝内，80岁时段摕电话起来，完全卡不出去。但那是风台重创台南已经要1个月啊！即阵伫台南咸水这个里，游玩有真侪住户反映厝内电话拢害去，民众无奈讲上无叫3届来修理。当初电视公司讲是因为台电的关系，不过即阵电已经抢修好势啊，通信状况游玩无改善，互因生活真无方便。啊，我哋囡仔已经叫4、5通电话啦，但要求啊，我叫伊甲伊照一个临时啊，我毋啊。啊，我想阮2个头大汉，万一发生什么代志，变哪联络？抢修1礼拜，人阮遮就拢完全拢有电啦，啊，人电条嘛踩好啊，啊，结果伊到今还搁咧算讲是台电的问题。哦，啊，所以啊，拢无出来抢修。惊去中华电信去2、3座。啊，去就讲啊，就叫摆安尼。来叫摆的。哎呀，伊就惊甲你讲叫摆，安尼咱就无法度啊。拿出来电话互在地住户白卡白手，居民阁反映手机仔的电信信号嘛无理想，就算即阵有电信基地台入来，毋过也是无介理想，甚至阁强在咧断去。公所回应附近遮电火条倒50支，另外本城遮的基地台伫咧高野遮瓦顶拿，因为风势大甲吹倒去，目前伊嘛正咧处理。这次风灾真的很严重。所以已经有点倒下来，然后现在已经把它立好，但是呢，还没有完全把它整个做好，所以可能要到8月的时候，大概这个月的月底，应该会把它整个处理好。
所以这个通讯会完全的改善。因为基地台信号需要靠电哪里的设备转送，造成电哪附近的通讯拢受影响。中华电信表示，云嘉南地区即阵有2141号厝内电话，764号网络，33站行动基地台拢故障，等咧修理。公所表示，厝内电话线路按算后礼拜一通恢复好势，那基地台爱等月底会继续追踪改善情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因为南部这波大水雨，伫家己嘛有出现灾情，真侪所在拢淹水。中江庙因为积水排袂出去，连新村拢流去，真做即届水灾较特殊的受灾户。涂骹的水也袂干，边仔阁有排水用的物件。家己园溪口即间庙1楼的餐厅，因为大雨为窗仔破入来，造成积水。因为水无济，所以才用粪机甲水集中了后，搁用水库抽出去。庙方讲，暗算等天气较好了后，才搁来做一摆整理。某个地方，愈多我紧摕着卡档，好个卡档总比扫偌够紧。对啦，对啊，啊，用着抹大抽啊。安尼较省工啦吼。啊，若搁侪人来好水，啊是较侪抹大来抽较紧。对。就是爱一时啊就好啊，你免一个两个点仔付甲够辛苦啦。甲积水的状况比起来，家己园铺子伫全国小边啊，即间庙灾情就较严重。7月底迄当阵才淹要130公分，水龙已经淹到庙顶，内底的市民嘛去互流去。附近的里民讲，只要淹水，市民就会流去，加在落尾拢有够吹转来。市民都各都管，没停，真正没停，好几次的。怎样说呢？只要淹水都被冲走。啊，冲走再找回来这样子？可能很灵验啦，他会人要去找又都找回来。家己地区经过几啊天的大雨了，造成真侪所在有淹水积水的状况。即马天气豆豆啊较稳定，民众除了开始无用整理环境以外，嘛希望刷落来天气莫搁来落大水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拜五就是父亲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有4成食头路的老爸，在爸爸因赚的钱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而且根据统计嘛，发现讲食头路的爸爸平均已经超过5年拢无加过薪水啊！这个数字嘛是12年来新高。8月初8就是一年一届的父亲节，不过照人力银行的调查，有到8成7的老爸无法度兼顾着家庭甲头路，也甚至数是来到81分，创下6年以来的新高。真的薪资没有很高啊，然后物价一直在涨啊。根据了解，将近4成有头路的老爸是单身家庭内唯一的经济来源，另外有6成较起是属于双薪家庭。不过，这群老爸平均5.1年拢无加薪，创下12年来上悬的纪录。搁一半较低的老爸薪水拢照用伫厝内，并无咱3英的收费啊。一方面又想求稳定，一个安定性；那2方面你不去跳动的话，那又职场老员工就是加薪的机会，自然会比其他年轻的员工低。那老爸压力大，有12家银行等单位做伙做金融调查，发现35岁以上的民众，着担当照顾时大细囝的双重责任。会使讲是挂包世代，另外有到41%的照顾者并无做财务规划，生活上爱兼顾工课甲家庭，处理被照顾者情绪的问题，搁爱负担较好的开销，互因感受到真大的压力。如何协助这些三明治世代，他能够不要因为家中的这个照顾家中的长者而离开职场？我想这是个蛮重要的。专家讲，少年世代会当选择不爱结婚，还是不爱生囝。不过，有缘爱担当照顾时大的责任，呼吁政府会当整合长照体系甲外籍看护，提升长照的功效，减轻照顾者的照护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列作必修，这个政策已经行3年啊。有民间团体调查高中生对课纲的想法，随目呢，真侪学生拢认为讲这门课真重要，也不过嘛有超过2/3认为讲目前的课程设计无够理想。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规定，自111学年开始，高中的本土语言课程已经列作必修。不过，关注教育的民间团体 EDU 就针对高中生做调查，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其中有指出本土语言课程的满意度有超过2/3认为不够理想，我5成认为课程无法度提升对本土语言的学习兴趣。编团表示，这甲资源教师教学品质不稳定，和教材不够在地化等等有关系。我们需要的是去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育的机制，以及去提升关于本土语言教师的待遇。第2点呢，我们会期待各学校、各地方政府要去发展在地符合在地脉络、在地本位的课程教材。
兵团后有教育部应当鼓励地方政府编写在地化，较瓦大学生实际生活的本土语言教材。另外，也应当解决支援教师待遇低、欠缺进修，也有教学资源的问题。国教署是回应讲，会透过继续办理研习来改善教学现场本土语言课程的教学品质。主要还是透过真人的研习，另外我们也鼓励地方政府依照地区语言的特性来开缺聘用本土语文的专业师资。为了鼓励地方政府他们来编辑在地化的教材，本署其实也定有相关的补助要点，来给予地方政府在编辑教材上面的支持。另外，108课纲观察报告嘛指出，有学校因为行政也是教学资源的限制，地区学生想要学的本土语言类别属无通选择。国教署表示，这是违背课纲的规定，未来会加强辅导学校，嘛会透过线顶课程来解决这款问题，保障学生的权益。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团结中心第8届的戏剧梦工场特别起稿，今年有6出作品，包括歌戏、布袋戏甲电头节，内容对文史、社会和自我认同无共题材要来拼创新，要用传统结合现代，改变民众对传统戏的想象。我巴肚内囡仔呢？也是过去老母的误会心。一个伫咧别人眼中，互人看作是英雄的人，私底下却是害女性大巴肚，佮无想要治囡仔后查甫。英雄制作这出戏是艺兴家掌中剧团对古巴革命英雄的故事改编来的。导演讲，这出戏想要传达的就是英雄毋是实全是美。导演希望透过无同的观点，互观众去思考英雄的故事。伊一定会面对着感情的难关，面对着感情的难关的时候，英雄伊会做啥物选择？这是团结中心举办第8届的戏剧梦工场，今年拢总有6出精彩的作品，类型有包括歌戏、布袋戏、民俗、定头等等。亲像歌戏的部分也推出来《嘉庆君梦游台湾》。导演讲，1980年代是电视歌戏上兴的时阵，嘉庆君的故事真受欢迎。导演想要带观众回去迄个爱看戏的年代。嘉庆君咧演的时阵，上清的时阵是伫咧1980年代到86年迄时阵，迄时阵嘛是民主化的时代。阮就咧想讲，若嘉庆君去拄着即个民主化的时代，会变甲安怎？团结中心对8月份开始，为期2个月的时间，拢总推出来6出的作品，对文史、社会和自我认同等等无共款的题材来拼创新，用传统的戏曲结合现代元素。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这款实验性的作品，打破民众对传统戏曲的想象。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再去看世界，咱来看海洋。伫海底是能讲笑深的海洋生啥款，咱人若是要去目睭看到是真困难。也毋过呢，即马阿根廷和美国科学家因就发明一款机器人，会当落去到深海，甲影像传转来地面，而且个规个过程拢直播，佮配合科学家来解说，所以这海底直播，逐工是超过上100万人来看。像海绵宝宝内底派大星同款的浅柑仔色海青、红仔鱼，还有各种深海鱼类甲酸蚵，伫 YouTube 频道直播，而且大家拢有超过100万人伫看。由美国甲阿根廷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探索海洋世界新方法，就是透过水下机器人，互伊去连畅水员都无法度到位的海底，用远端遥控机器人手骨，直接甲海底环境互动。科学家看影片，为观看者解说各种海洋生物的习性。这届的任务是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大西洋沿岸的马德普拉塔海底的结构，探测4000公尺深的海洋活动。Están todos trabajando coordinados en grupos y eso se ve, se transpira, se trasluce en la transmisión y bueno, a la gente le gusta eso. Ver pasión por un trabajo es atractivo. 像派大星的海星渐渐就吸引万甲迷的注意，也伫社群媒体真侪人伫讨论。有网友讲，原来派大星是阿根廷人，也有其他网友一直伫注意魔蟹的生活，佮替伊号做变种风球。这种的海底探险活动的资金面临威胁。自从2023年12月，米雷伊总统上任以来，阿根廷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的预算，互人大幅度删减2%，也引起科学家真侪人离职。Digamos, la ciencia está en un momento súper complicado, tanto desde lo financiero, desde el soporte, desde los recursos humanos, etcétera, y que se esté produciendo esto es como una
bueno, un faro de luz, es como una cosa。科学家讲，因即马伫观察的这片水域，是因为温差真大的关系，才会当有这么丰富多样的海洋野生动物。即马的地步，互咱人用目睭会当看到看袂到的海底生物，因受环境的程度也互科学家真欢喜。公视新闻新乐为编译。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26度至31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